先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董委会今日宣布，9月7日到9月30，饲猪场袂使用喷饲猪，违反规定，上当罚300万。各位乡社来呀，咱家己买的26万5000档 AZ 预防车今日到位，明仔载即刻关乎咱台湾3万档莫德纳预防车买来。前法院审理高雄偷错茶买卖案件，顶一日宣判主嫌封判2年6个月，爱罚3亿2000万。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好消息，这是今仔日咱国内并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7个大病一境的案例，甲1个人死亡。另外 ，BNT 的预防车上紧伫后礼拜会上到位，所以8月28预防车的预约平台嘛会新增加 BNT 这个选项。那咱国内即马疫情有转好，8月31开始，上北个多数型长照中心嘛会开放互家属去探视。所以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新的说明。今天没有确定本土的病例哈，那境外移入有7例哈，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中午哈，我们有一批那个26.5万剂的 AG 的疫苗，那今天中午已经到台湾了。双北已经不再是一个中高风险，我们定义的中高风险区域，所以我们就8月31号起，那双北可以来开放住宿型的长照机构的探视。这个 BNT 疫苗可能会有进来的 BNT 疫苗所以我们先开放新增这个 BNT 疫苗在预约平台把它列入选项。那这个医院登记从8月28号下午2点就14点重新开放，共有16例的这个 Delta 的确定的病例目前境外入大概 Delta 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们边境还是必须要严管。针对这个突破性感染的部分总共我们到7月2号到8月7号，我们其中有23例是符合这个突破性感染的定义公布的这个病例里面有1位是这个混打以后出现今天公布的混打的这个 AZ 加莫德纳的这个病例。来关心各预防车送到咱台湾这是咱家己买的26万5000档 AZ 预防车，伫今日早起对韩国的首尔起飞，伫晚到的时11点37分送到咱台湾。另外，即刻关乎咱台湾3万档莫德纳预防车，嘛按算伫明仔早起会送到位。这2批预防车算的计共有29万5000档。即届送来咱台湾的是 AZ 预防车，是咱家己买的。早起9点由韩国起飞了后，晚到的时送到咱的桃园机场。预防车落飞机了后，完成通关，即马要送去检验。通过检验了后，就会开始注射。那即刻嘛有关乎咱3万档莫德纳预防车，会对布拉格起飞，按算伫明仔嘛送到咱台湾。说落来，头一批民间买的关乎咱政府的辉瑞 BNT 的预防车，上紧后礼拜嘛送到位。为着要支持国产预防车、支持高端预防车，副总统赖清德伫今日早起7点半，伊是到台北医院注射站去注射。不过高端预防车注甲单，嘛陆续传出有不良的反应甲案例，这嘛互民众注射意愿有降低。有学者也有指挥官电视中拢强调讲，预防车安全无问题。8月27日透早，副总统赖清德到台大医学院体育馆，面啊笑笑，看起来是真轻松。摕出健保卡给护士，准备登记资料。要打的是高端新冠肺炎疫苗。护士说明要注的是高端疫苗，扫落来磅体温。现场医师说明注意事项了后，确认伊会使注高端疫苗。赖清德行到注射站，将倒手骨头夹起来，不到5秒钟就完成注射。技术真的很好，不会痛。打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赖清德展示黄卡，表示已经注完1档高端，也以行动破除外界对高端疫苗的不安。因为高端疫苗对开放注射到大有18例不良通报，也有4例疑似注射后死亡的案例，民众注射意愿下降。指挥官陈时中8月26指出，高端注射率8月23是92.8%，8月20是90.2%。实在来到注射站，来注射民众是较少淡薄，但也有民众坚持要注高端。家人有担心，同事有担心，有劝退的，对，但是我是觉得生死有命啊。自己家人打 AZ 的副作用比较大，我想说，那就试试看也没关系这样。就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发生率是比 AZ 还有莫德纳要低的很多。学者周明伟嘛是主高端疫苗，伊呼吁民众理性来看待，但市长伫广播节目上强调安全性无问题。我们是有3000人的安全性的报告，这没有问题。那确效确实我不知道，好，因为没有做所谓的第3期，好，但综合抗体表现出来的，好是非常的好。啊，那头一批来到台湾的 BNT 疫苗，敢会是195万吨，但是中是讲数量差无偌济。另外，到货的时间应该是8月底，也是9月初。也讲若是按照排定，9月和10月拢要会分批进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透过喷走入来咱的市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早起是宣布讲，对8月30后礼拜开始，喷袂使进入市场。啊，若9月初1到9月30，市场袂使用喷市猪，若是违反规定，上重会罚款300万。从下礼拜一8月30开始，所有的厨余，这个厨余包括来自家庭的一般废弃物的厨余，跟来自餐厅、医院、学校的事业废弃物的厨余，在8月30开始都不得进入6400多场的畜牧场。我们9月1号开始，下礼拜3，所有的畜牧场都不得使用厨余。那这样的一个实施期间到9月30为止。如果9月1号开始，任何畜牧场还在使用厨余，我们依照饲料管理法罚3万到300万。陈吉仲嘛讲，地方政府去稽查越南的走私肉品，到8月26加强去清查5317打，上新的检验结果有验出10件是阳性的。对即马开始到中秋是风险上悬的关键期，咱全国一定要守住全国的市场。除了禁止用喷来饲猪，1月日，陈吉仲嘛呼吁大家唔通对网络去买来路不明的猪肉制品。但是感觉讲这物件有问题，一定要等去喷扫车，唔通等去喷桶。来关心进行5倍券，行政院即马要推出进行5倍券，拍算10月份会起购。桃园即马讲要推出200换400的好康，另外所谓进行券若是欠一笔市民卡，会当加1000块。新北市的部分5倍券5000块，上悬会当换到1万块来开。行政院推出进行5倍券，按算10月初实施。桃园推出另外活动，好市券3.0配中央进行券，以200块进行券加倍换做400块的好市券，详细名额是100块。针对数位进行券的部分，嘛规划结合市民卡，绑定数位进行券，伫桃园消费满5000块，会当阁加抽1000块。好市券会以发行这个200块的振兴券换400元，那每张100元的桃园好市券，金额放大1倍，那面额缩小。当然好啊，最起码变比较多啊，要跟别的县市差不多嘛。不要说有落差，差那么多啊！桃园市民真欢喜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嘛真欣羡新北市，因上济会当5000换1万，希望莫差伤济。新北市长侯友宜伫颁发查到走私非洲猪瘟肉品奖励金的时阵，伊表示5000换1万的活动，上少的名额是50块，要互民众去菜市仔买菜的时阵，唔免找钱嘛较利便。就简单采取用加倍的方式，1000换2000，5000换1万，我们会有31万份，同时我们使用的面额会有50块的小面额。配合中央的进行方案，各地方政府是推出无同款的活动，都是希望会当带动地方产业会当赶紧复苏，嘛倾向甲名额会当变较细，来带动点心店、店头、商圈等等的经济活动。若效果安怎，还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即马8月底，后礼拜就是9月份啊，入秋啊。气象局是预报讲，今年9月份到11月份，咱的温度是正常偏温暖，啊那雨量是正常偏济。兼个中南部受东北季风影响，伫10月份的时会进入大水期，雨水量会较少。气象局嘛有提醒讲，虽然即马9月份是秋天啊，毋过也有风台，嘛是风台季节。伫9月份、10月份，可能还阁有1个至2个风台会影响咱台湾。
气象局表示，9月了后，台湾已经开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正式进入秋季，而且强调9月份也是风台季，9月到10月也是有风台会侵袭台湾。9月份大约是0.8个，10月份大约是0.4个，接近这种气候正常值侵台的几率，也就是1到2个这样子的几率是最高的。秋天的台风一旦靠近我们，很容易跟这个时候已经有机会影响我们的东北季风产生共伴效应。气象局预测，9月北部气温是27度，中部甲南部地区27至28度，东部地区26至28度。10月甲11月份明显温度会降低，是正常到偏温暖。预估降雨量的部分，北部9月份是177至325毫米，中南部地区雨量会渐渐减少到60至200毫米中间。10月至11月份雨量减少，预估是干那1.8至31毫米。东部地区的雨量是正常偏低。而10月以后呢，台湾地区主要随着南方系统逐渐减弱南移，我们台湾附近主要就是以东北风为主的影响天气形态，会开始进入1年当中的枯水期啊，有时候会超过半年的这个降雨比较少的形态。也是未来1礼拜天气形态，也是好天高温烧热的天气。27到28两天上明显，水汽偏少，好天无云，紫外线较强，温度是32至35度。大台北地区、桃园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海岸和高屏的内陆近山区，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进入秋季了后，盛阳现象，气象局预测讲，维持气候正常机会上大，不过也是有迹象显示，有可能有一撮反盛阳的现象发生，也需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股市最近东冲交易占市场的成交量的比率有较悬，证交所为着要保护投资人，提醒爱设置风险，从今日开始要实施东冲比例相关的警示机制。为了提升股市的交易量，政府从2014年开放投资人限购东冲，投资人会当当天了结出场，赶紧停损，唔免等到过长工才做交易。不过，因为最近台股东冲的交易占市场成交量的比率是比往年还较悬，造成违约高挂等等的案件。为了强化管理，提醒投资人交易的风险，东冲警示的新制27开始实施，只要符合最近6天甲过一天东冲比超过60%的个股，都会启用纳入去公布注意交易警示的机制。若是已经启用列入去处置的股票，而且符合东冲警示的条件，处置期间就会为10天延长到12天。目前的只是暂时的把当冲的这种造成这种恶劣现象做一个遏制，可是并没有办法让当冲的这种风气能够消失，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鼓励长期投资的策略出来。根据证交所今年顶半年资料的核算，上市有价证券交易的情形，符合处置期间12天的人，敢若有9档。咱若27台股小力开出了后走悬，盘中指数要大起超过160点，突破17200点的关卡。其中金融股的表现强势，类股指数大起1.8%，电子甲传统产业股表现嘛袂歹。不过分析师讲，伫东冲新制施行了后，也是会互成交量受到一寡影响。成交量的一个萎缩，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市场也在观望这个全球的央行会议后面做出的利率决策到底是如何。还有今天因为是星期五的关系，所以本来成交的一个这个状况就会比较清淡。当然今天呢，这个当冲新制上路也造成了市场心里面的一个压力。分析师认为讲，最近指数为价档反弹起来了后，已经到季线、月线的压力区，民众伫操作的时阵，也是要谨慎，唔通过度作价。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则会关心高雄高头地检署抓到审计公司偷错查买卖，这珍贵的树木拢无来源证明。经过法院4年的审判，伫顶一日宣判，姓林的主嫌依照违反森林法，通判2年6个月，而且要并扣3亿2千万的罚金。这罚金是创下上悬的纪录。判决内底是指出讲，2017年6月份，审计公司姓林的主嫌向姓丁业者去买无来源的一寡珍贵的树木，这珍贵的茶枯是以每一栋15万，转卖予另外一间审计公司，再销去中国。结果防撞到检警嘛有扩大搜索，伫高雄的人武发现藏茶枯的所在，嘛伫高雄码头有查到6个货柜，超过100栋的珍贵的树木。
专案经过法院4年审理，2个月时宣判，涉林的主嫌互依照违反森林法判2年6个月，并扣3亿2千万的罚金，嘛创下罚金上悬的纪录。啊，那专案阁会当上诉。今年5月14日，彰化收普道的搬箱较近了后，当地有里长就塞车去放送，爱大家较细腻。彰化县的卫生局依照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条例，移解移送法办。检方侦办了后，是认为讲广播的内容是假实的，所以专案无起诉处分。注意本身健康安全，里长已经派出药车。宣传车伫咧社区内面放送，甲里面说明较真正的状况。今年5月，伫彰化溪湖中山里县，因为里长知影隔壁社区有人确诊，而且摆来到中山里甲人收葡萄，才赶紧放送确诊者来遮行大过消息。彰化县卫生局依照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振兴纾困特别条例移送法办。彰化县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广播内容是千真万确，里长的责任袂当算是乱传假消息，专案是无起诉处分。主任，被告广播的内容确有其事，并非凭空捏造，误认被告所为与该条例所规定的要件不相符，因认被告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不起诉处分了后，县因为里长表示，中山里有真侪人伫咧种葡萄，当初的放送是为着避免疫情搁再摊开，到达司法总算行伊一个公道啊！我为着我的囡仔，葡萄农较济，着我要找什么人讲？所以我就用广播车，通知我里面知影。我毋是在我庄内尔，毋是讲错1、5路要放送呀。这嘛讲实在嘛。事实确诊的，只是嘛一定要向我一个公道啊，无按说讲啊好，我严重都严重嘛。也因为宣传车影片伫咧网络顶头四界流传啊，这个案件去互法办的人数也有10多人，包含溪湖果菜市场的总经理和媒体记者等等，也拢已经签结或者是不起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那1个月中，因为连续上大雨，代替的接线直到车顶山壁绑起，随网抢通了后恢复通行。也毋过昨昏，代替是阁发现讲，那真像是有好无完全，因为磅空壁阁变形。为了安全，即马是宣布讲接线要停驶，当时才当恢复无济也毋知。伫一节车站内面游客无几个，而且开到遮又阁要回头登去离水。因为一节线通往车顶受到路线封闭影响，造成一节到车顶停驶。这个月14才因为大雨影响停驶过一遍，20通车了无到1礼拜阁停驶，地方担心会影响观光。加上疫情还有现在这个崩塌的状况，以及原本预计明年下半年就要开始的这个停线的作业，所以说我们这个地区的业者他们的这个旅游市场的一个寒冬，可能接近3、4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啊。代替的工程车入去磅空内看磅空边的情形，经过现场会勘初步认为，因为连续几落天落雨，磅空顶头边坡的土石有一直愈来的情形。对空拍画面看到边坡的土石有正大片拢放来，下加就是代替一节线的2、3号磅空，磅空的结果一直受到溃下变形，造成净空无够。因为这段路果是山邦第1个敏感区，各地第一类活动相当短暂，代替的发包修理磅空，确保行车安全。目前紧急的处理方法是清理磅空顶头墩的土石，做临时性的排水设施，一个就是边坡防护的工事。我们做后续的治标治本的一个改善作为，边坡的上面是南投县政府他们也要做一个正确的水土保持啦。代替国家伫发包了，爱6礼拜到8礼拜才有法度动工。直接到车顶之间的列车停驶期间，是甲沿公路客运接驳。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通车已经13档，头一摆有结合捷运站的开发案，这是由力宝集团标的，未来会伫旧高雄市议会拍通出入口去23座楼仔悬的办公大楼，早起的时签约啊，高雄市政府会使分到27亿。高雄前金区中正4路甲自强2路的路口，高雄捷运柑仔线乌市站边啊，这块面积10多平的土地，空翕的画面土地看落是四四角角，这是高雄捷运通车13年以来头一个联合开发案。
只有营运多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开发。过去用地上权的方式已经流标3次啊，那我们拿到的权利金的总价大概也是19亿左右。标着的厂商是雷宝集团，到时会起地下4站，地上23层楼高的商业办公大楼，投资的金额是32亿8100万。按算伫114年完工，雷宝集团推估未来这个建物总销售的金额会超过60亿，市府依法会分到27亿。市府讲，这钱拢用伫高雄捷运的建设。虽然我很少来高雄，但是我高雄已经有6个案捷运的网路更加完备后，区域间的整合发展。精彩可期，可以让更多商办族人进驻，然后也让我们这边的一些建筑可以活化。雷宝集团对高雄未来发展是真乐观，目前已经有6个开发案，也若市府希望透过周至的捷运网络来提升城市的发展。未来阁会有捷运公山甲路德延伸出去的路线，也阁有捷运柑仔线、温线等等附近生活圈的开发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昏是头一摆派出第9反舰直升机飞入咱的西南空域，高度敢若500公尺尔，这是引起外界关心。空军是强调讲，全部咱拢有掌握。那学者是分析讲，中国的军机即马当积极咧经营海底战场。另外，台湾甲日本台日今仔就举行安全对谈，双方的焦点是放伫中国对两国的军事威胁。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最近扰台频率持续升温，日头派遣中共军机进入咱西南空域，空军出动战机升空，实施广播赶走，也使用防空飞弹追踪。值得注意的是，这台军机飞行的高度敢若500公尺，用低空飞行。国防部讲，中共军机头一遍派第9反舰直升机来扰台。背后的这些军事的意涵，我想，基于我想空军基于维护军机的安全，相关的这些动态，我想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外界关心第9现踪台海的动机，空军是无加讲啥，敢若表示有注意相关的动向，当地研究应该安怎做。学者是研判，第9真有可能为水上舰队起飞，搭配着运八演练反舰作战。目的就是要经营巴士海峡的南挺走廊，来收集海底地形，也甲潜水舰的资讯。也毋过，中共军机即届所派出的第9进入西南空域，毋但互水下作战公开，水下攻防也影响到台海的局势变化。中共的反潜机平常在那边出没，是在做这种水文资料的熟悉，也是战场经营。那当然，中国的潜舰也会在周边活动。那再由台湾更南方的这个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海那战略潜舰如果进入菲律宾海，就会对美国本土造成直接的潜在威胁。面对台海情势不安，台日执政党头一遍双边安全对谈日期举行，凸显咱台日关系最新的进展。日本参议员佐藤健久是讲，中国单方面改变着区域现况，影响台海甲日本的安全。台日应该都要加强交流。立委蔡适应是强调，这个对话代表着两国中间影响关系，无定着未来会变作是惯例。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院顶日做出第807号的大法官解释，宣告《基法》第47条第1项规定，讲女性袂使伫半暝啊上班食头路是违反宪法的。劳工团体早起去行政院庭前批评这个结果，颠倒会互女性的劳工劳动条件愈来愈歹。大法官20做出解释，认为《劳动基准法》第49条第1项规范雇主袂使互女工伫暗时10点到翻转前6点中间工作，影响到女性的工作权利，这条违反宪法，即马开始有效。劳工团体代表早起来行政院庭前，认为要确保劳工权益，应该是男女拢要纳入保障。废除这个法，会互女性劳工的劳动条件愈来愈差。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到底为什么不一起提升，而是一起向下沉沦。劳团不满表示，声称涉嫌的单位无经过工会同意，直接互女性劳工伫暗时工作。若做这个法无效，就代表弱化工会的力量。严重的弱化掉工会了。
个部分要修法要改掉，当然可以，要平权当然很棒，可是必须要配套措施，而不是一句说把它废掉就废掉。你说你是给劳工自由，你说你是给他追求工作的权利跟自由，但是没有去看到现在现实的状况下是什么？是劳资不对等。你给他自由，等于给他自生自灭。对于这件代志，劳动部回应，对女性劳工的保障没有空窗期。另外，女性因为健康也是其他的正当理由，袂当伫暗时工作，雇主也是袂使强制伊工作，工会也是会当依法甲事业单位协商相关的劳动条件甲福利。为了谨慎，会邀集相关的学者专家研究解释宪法了后，相关法规的适用方面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上的疫情，南韩受第4波疫情影响，第10天开放18岁至49岁民众注意封城。伊是希望讲会当赶伫9月份进前，互7成人口上无会当做好头一档移封城。那伫法国，因的政府是宣布讲，拍算要替高风险族群加注第3档移封城，增加保护力。那日本即阵疫情滚价，又搁拄到由西班牙药厂分装的莫德纳移封城，亲像是受污染无法度注射，因拍算要展开调查。韩国的查甫学生抢比起来接种辉瑞 BNT 疫苗，因为休热都要结束了，过来要开学，想讲要伫这进前来注疫苗，互体力的保护力通增加。백신을 맞았으니까 그런 백신 맞은 사람 인원수는 제외해서라도 좀 대면 강의가 활발하게 열렸으면 하는 바람이 있습니다. 南韩政府自8月中旬开始，就开放1700万的这个18岁至49岁以上的民众来注疫苗。看到国内一直增加的病例，就要拼讲伫9月进前替全国70%的人口上无就爱注一剂疫苗，来达到有5成的人口拢来完成接种疫苗的目标。Nous allons commencer. Priorité, voyez, je vous renvoie un peu à ce qui s'est passé en janvier. Les plus vulnérables, je viens de les évoquer, ce sont les résidents des EHPAD. Donc à partir du 12-13 septembre, redémarrage. 法国总理宣布讲，接落来会来开放高风险族群65岁以上的长者申请来追加注第3剂疫苗。9月12日开始，大省对养老院的人来甲注，通互因更较有保护力。另外，符合资格的人，若是注莫德纳，也是讲辉瑞疫苗，第2剂甲第3剂上介少都要让6个月以上。目前传出讲，美国莫德纳药厂伫西班牙制药公司 Rovi 工厂分装的3批，差不多有163万剂疫苗，亲像是敢若有去污染到。也若这篇话已经送到日本，消息一个出来。药厂公司的股价阁随落4%落去。虽然日本甲莫德纳药厂表示讲疫苗无安全的疑虑，阁有针对这污染的原因，和负责日本地区送配作业的武田製藥厂来展开调查。路透社讲，罗为替美国以外的顾客处理疫苗，上尾入关的作业阶段，药厂的发言人表示讲，目前药厂的生产作业拢无停起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镜头来泰国，泰国这个新闻有较含。泰国最近是出现一桩警察涉嫌向毒贩讨乌西钱，讨无成，全甲人抬死案件。即马犯案的过程影片见光，互人看到拢错一条。那涉案的人竟然是当地的警察局长。4个查甫人甲塑胶袋啊套伫一个毒贩的头壳顶，搁甲揽搁木。上尾这个毒贩就将运伫涂骹，监视器搁翕到这段过程。人拍的人竟然是泰国那空沙王府的警察。等到发现讲情形无对同的时阵，才紧的甲这个毒贩甲做 CPR 急救。不如个这个毒贩上尾要是互翕死。นามขององค์กร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ตำรวจทุกคนเราก็ขอโทษกับ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ที่มันเกิดเรื่องแบบนี้แต่ผมยังยืนยันนะครับว่าองค์กรเราเป็นองค์กรที่ตรวจสอบได้那空山王府法院25针对这7个涉嫌的警察发出逮捕令，26抓到第5个嫌疑犯。这件案件发生伫8月初6，一个基层的警察赛后，佮检举伊的顶司，甲毒贩乌西200万的泰铢，合咱台票是171万。不过对方敢若愿意互伊一半的金额，赛后佮互这个警察甲翕死。泰国警方表示讲，会甲隔壁国来合作，避免讲伫咧走的这个那空沙王府的警察局长，还佫有副督察走去别个国家。ผมตอนนั้นอยากทำงานครับยอมรับว่าใช้ทำไม่ตั้งใจแต่ว่าทำไปแล้วผมยอมรับผิดทุกประการครับใครอยู่จุดนั้นถึงผมเนี่ยถ้าเกิดวันนั้นไม่อยู่จุดนั้นผมก็ต้องโดนอ่ะใช่ไหมคือไม่ทำอะไรไม่ถูกอ่ะใช่ไหมล่ะคนที่มีอำนาจสูงสุด
泰国民众最近对政府的防疫表现真不满，一直上街来示威。警局警察因用催泪弹、水炮车来赶走民众，已经让民众记载袂牢，对警察真不满。即摆佫发生讲警察来挟持毒贩的事件，安尼嘛，互警察的形象，互人感觉佫较傲大。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米其林指南是会当入选的，拢是代表讲这餐厅好食，水准真悬。有真侪餐厅拢想要互选掉。要毋过伫台北市有2间餐厅，这2间真出名的餐厅是并无认同讲主办单位拢是用秘密客家是人客去评鉴，专向对方讲因无愿意参加，结果并无得到回应。2间餐厅的业者认为因的人格权受侵犯，所以伫今仔日提出告诉。如果刚刚所说，我们今天这个案子不是请法官来审判米其林这个制度到底好还是坏，禁止米其林到我们餐厅来用餐，就是因为我们在信念上，我们认为米其林的制度，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评审员的组成到底是谁，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整个评审的过程，他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在餐饮界各个不同的声音，让每个声音都能够越来越茁壮。内底其中一间真出名的餐厅，今日委托律师对外表示，捌有餐厅拒绝，也毋过秘密客也是去评鉴，而且互公布伫评鉴的结果，就伫名单顶头。因伊是为着要阻挡这款代志发生，所以因敢若会当透过法院来判决，主张讲每一间餐厅应该拢有卖也是唔的权利，所以拍算提出告诉，啊毋过敢告会成，等司法的判决。毋过台北市这2间餐厅即马提出告诉，应该会是全世界的头一个。来关心今年5专招生受疫情影响，停事拢乱去。台南护专出现20名考调学生已经完成分班嘛变学校啊，毋过尾煞互取消资格，险险无学校通读。伫台南市中心校史真久的医护专科学校台南护专，过去招生拢是招甲满满。毋过今年办俗少，有学生已经变着班级甲学号啊，煞互人通知，因为中学录取资格互人取消。他虽然有规定要放弃原学校，可是相对的又跟我们讲说，只要毕业证书没有交就可以。重复报到的状况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然后导致学校招生的程序错乱，然后也没有很明确的制度让家长跟学生去依循。真正的家长讲，因为疫情的影响，招生的天数规个乱去。今年用线顶传送资料，甲过去爱到现场交毕业证书、完成报到是完全无同。毋过校方强调，无论是报名的简章，也是线顶的表单，拢有特别标注。伫爱放弃原底录取的学校的资格了后，才会当报名续招。想袂到也是有新生出现中学录取的状况。依照规定，学校得爱取消这寡学生的资格。如果你没有完成，就是申请退，就是完成就是放弃资格的程序的话，你就不能来参加我们学校的续招报名。就是很遗憾，就是我们发现有20位的同学是有重复报名的情况。因那20个寄出来名额，敢若会当伫学期尾提供转学生争取。毋过不止台南护专发生这种状况，也佫有高雄的文藻甲树人医专嘛拢有中学录取的情形，主要拢是线顶报名所引起的。毋过照教育部的规定，只要伫报到的期限内底，学生也是会当转去到原底录取的学校报到就学。记者综合报道。你要开学啊，家长爱纳册钱啊！那花莲教护中心的奖助学金也阁欠400万。教护中心表示，主要拢是受疫情影响，捐钱的人变少。若是无钱，差不多有1000外个学生囡仔会受影响，真正需要大家斗相共。如芳伫北部咧读大学，爸母离院了后，老母带3个囡仔咧生活，为着要减轻家庭压力，伊就爱哪读搁哪做散工。不过今年拄碰到疫情，无机会工作，安尼互伊生活加添添真侪压力。受到疫情影响，这次暑假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去找了另外3、4份，然后也都不缺人，然后就没有办法让我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这样。亲像如芳同款的，伫咧花莲教护中心讲座的这个学生，对国小甲大学拢总有1050个人，有计都爱发放928万的奖助学金，可要开学还阁欠4成的金额。不过奖助学金煞都爱加1成。以往我们在开学前1周、前2周，我们的募款目标
顶多落差个100万左右。可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整的缺口，其实我们大概还缺了370万420份的这样子的奖助学金。教育中心强调讲，受到疫情影响，唔若讲捐款减少去，就连学生因做散工的机会嘛减少去，所以非常需要有企业家，也是讲好心好心的人来斗相竞。我们平常的物资只是给他们生存的条件，但是要翻转他的未来，还是要有读书。另外，家扶中心嘛有真侪受帮助的学生，因毕业了后，就选择讲入来家扶做社工。以有经验的人来讲，因上烦恼的是这学生为着要来做散工，结果影响到因的课业，也是讲休学。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斗援助。记者综合报道。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按一只3冬前伫台东的外海，互渔民抓到的海龟身上，发现这只海龟身上有生瘤，研判讲应该甲海洋受污染有关系。这只海龟经过治疗，已经恢复健康，送回去大海。伫台东外海无细儿互抓到，送去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治疗3年的保育类青石龟，总算治疗好啊，重回大海。这只青石龟55公分长，是一只巨豚啊！等于大海了后，活动力真强。海生馆研究人员是讲，海龟会互无适宜抓到，也是走入渔网啊，无法度离开，大部分是甲破病有关系。这只青石龟3年前互渔民抓到的时阵，发现身上生瘤，经过检查，确认是种海龟只的生瘤，才造成体力真差，互人抓到。也令青石龟会得到这种病，大部分是跟海洋污染有关系。它对野外海龟的影响，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肿块如果长在手、长在眼睛、长在嘴巴，你看会让它看不到，然后吃东西影响。它住在近岸地区，对我们陆地上的污染物的影响就变得比较重了。研究人员是讲，这种海龟病伫台湾真罕见，尤其是一向互人当作真清气大海的台东县，发现青石龟破病，互因真重视。台东县政府后个月就要伫每年有将近40万旅客的3元海岸兴建污水处理设备，减少海洋污染。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进前上大号盐水的介绍，顶礼拜拍卖市场1公斤是要800块银，这是去年同期的10倍。但咧，这礼拜有较正常啊，10公斤差不多是伫100块至200块之间，小价贵是差真济。那中华的客户果菜市场是表示，因为中原贵啊，需求量有减少，所以介绍开始落。小虎虎的肉羹偏起香公公，顾客排队等台要外带，不过详细看卖啊，料理台并无盐水，业者表示，除了个人的口味无同款，介绍波动嘛真大，规气歪坑盐水。喜欢吃的人就很喜欢吃啊，如果会排斥的人，他就真的是有一点点，他就光看到他就觉得有那个味道的感觉。另外一头的面线大就算讲有坑，也只嘛是降低用量。而实际入去到传统市场，袂少单位规气是无进盐水，有的就算讲有卖，嘛只有是少少啊卖。你若热天甲这个雨水期，你欠香菜就是较贵，比那个一般的蔬菜还贵，因为它没有办法种得起来嘛。平常很少用，因为小朋友也不喜欢。而伫中华小食大，也只是大饼家，虽然现在价钱相对较低，成本的起都拢会家己吸收，因为受到8月雨大雨影响减产，伊阁拄着中原普渡需求量大增。以台北果菜市场来讲，盐水顶礼拜1公斤的拍卖价，伊就是来到800块，均价嘛来到1公斤500块左右。不过普渡结束了后一礼拜，果菜市场的均价就大概每公斤100块到200块之间，起落幅度是相当大。市场的这种到货量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因为我们中原普渡的拜都是很多的这种替代的加工品。中华客户果菜市场表示，盐水均价为上关点的每公斤300块，这礼拜就落到1公斤130块。另外，参就是瓜果类的价格嘛落超过5成，估计中秋节前后需求量增加，价格就会渐渐的平稳。记者台中中华采访报道。伫各地头拢有小农会做农民市集，若伫疫情期间，即马因的生意是大受影响。毋过有人伫危机内底找到转机。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明仔暗暝节目要带乡亲来看少年农民安怎结头壳，替农民市集找新的出路，打造新的面貌。有13年历史的高雄蜜蜂市集，是台湾头一个由官方辅导成立的农民市集，希望伫生产甲消费之间。建立友善的对话环境，
增加小规模农民的利润。不过，因为即马上班的人工课无用，食外口的人是愈来愈多，嘛致使少年的消费族群渐渐流失。我认为是主要原因就是少年一辈吼，较无家己伫咧开货啦，佮无家己煮啦，拢外食啊吼。所以这是咱的菜市啊。强调人甲人沟通的农民市集，伫疫情的期间受到真大的冲击，甚至连场地嘛去互市府收倒转去，面临着真大的危机。市集内底少年的农民，趁机会要互市集转型。因家一个已经无伫咧使用的市啊拍落来，找专业的设计师过翻过，希望会当扩大消费的族群。就是有年轻化的感觉，不像那种传统市场那种脏脏旧旧的，就刚好走进来看到，很为之一亮这样。我必须要消费者知影讲，我这个不是一般的菜市啊，就像人讲的，我一个物件我要透过包装，所以我要安怎互这个市集，互境卡甲外口的菜市啊无共，这就是阮一个足重要的工课。因为疫情的影响，互为各地来的小规模农民业者集中伫咧同一个空间，即马面临无确定的未来，嘛互遮个有心想要改变的农民，有机会会当试看卖，打造一个属于台湾的百年市集。好比仿市集的理念，伫后疫情时代会当永续营造友善的消费对话环境。记者王艺峰、柯宏耀高雄报道。另外，伫东京奥运即届表现甲真出众，咱台湾体操的选手邓家宏，伊伫个人专项赛摕到第7名，嘛创下咱台湾伫即个项目上好的成绩。除了伊家己拍拼，但是带团队嘛有利用运动科学配合动作的训练，嘛是训练的过程真重要的关键。伫咧上强的环考等一个邓家宏，伫咧东京奥运转来台湾完成检疫了后，转去台师大开复练习。甲过去同款，团队伫伊的腰甲双骹放智慧检测器，收集加速度甲加速度数据，评估离心力甲落地的冲击力度。那我们也想知道说，他在落地之前的那些身体的转速，到底是多少，才能让他比较完美的去达到那个落地前的准备？所以也透过一些智慧感测器的方式去监控他的这些动作。落地爱够稳定，脚适应冲击的承受度嘛真重要。团队各用离心机训练。邓家宏讲，专业部分唔是真了解，但2年外来因为运动科学帮忙，训练的时阵搁较知。伊的教练王树涵讲，邓家宏完美落地比率是大大提升。家宏从2019年，他的落地水准只有30%几，是完美成功。那到这次我们这样操作下来之后，他的落地已经提升到将近70几。可能在落地前的准备，就是我会更有信心的，就是知道说自己可以完美的落地，或者是在控制性，就是会觉得说自己更有信心去掌握这样子。伫咧东京奥运男子体操摕到个人专项第7名，邓家宏替台湾体操写历史。伊讲会伫咧这套训练模式之下，为明年亚运甲2024巴黎奥运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本海消息来关心，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3年以来，头一届是换主题展览，用设备甲民众互动，呈现真侪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现场。白底黑字写出白色恐怖历史现场这几字，国家人权博物馆自3年前成立以后，头一届换主题展览，特别用互动装置呈现亲像左翼案件的地图分布，嘛放入一寡军队内底较少人知影的代志。非常大的比例的政治受难者，尤其是外省籍的政治受难者，他们这些底层的士官兵其实是在厕所写下一些涂鸦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当然很多都是比如说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不履行承诺的一些控诉了。这届展览分做3个主题，包括威权统治、政治犯甲警备分区，还佫有转向政治的文件、受难者数据等等，嘛加入促转会这几档的调查，透过受难者的记忆，了解台北市以外的不计规矩的空间是虾米模样。我们把每个空间搭配一个政治受难者的这个口述。
然后让他透过这个口述带来的这个身体的感觉，比如说他们会强调说，我当时这个空间，比如很狭小或什么的。他最后这边是有一个很多遗书啊等等的，我觉得不管是任何政治立场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感同身受。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透过展览的整理，因唔但想要让参观者了解过去，嘛希望大家思考感情的人权议题，以及未来如何避免人权的侵害。记者陈嘉文刘水台北报道。美国的康乃狄克州斯坦福市年度的街头艺术节，今年的主题是钢琴。当地4岁到12岁的囡仔会利用有闲的时间，就伫街仔路人向岛弹钢琴。有一只3岁的细汉囡仔，或者谢心瑶，伊的琴艺成做这个活动的焦点。伫咧路边的钢琴演奏贝多芬 F 大调奏鸣曲的，是美国媒体所讲的碎粒子钢琴神童谢心瑶。伊伫去年的精英国际音乐比赛，甲今年做美国国际音乐人才钢琴比赛。还有全国青年大师比赛弹出名声，若毋是受到疫情影响，甲原本摆好的表演计划拍乱。若无去年11月，3岁谢心瑶是要以年纪上细钢琴演奏家的身份，伫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奏。Do you like piano? Yeah. Fun. 互人想袂到的是，这位坐伫咧钢琴头前，两只脚垫伫咧半空中，也搭袂着踏板的碎粒子钢琴家。是去年热天才开始摸钢琴，也就是讲学琴也无到半年，就伫6岁到22岁参赛者内面摕到1等奖。伊的爸母讲，事先也无想到讲伊的琴会弹甲遮尔好。At the beginning, I never expected she's going to be a prodigy or anything. I just tried to find something for her to do during the COVID. Yeah, but yeah, it turned out it's amazing. 康乃狄克州斯坦福市的年度街头艺术展，今年主题是彩绘钢琴，互喜欢弹琴的人有机会来遮弹琴，互大家听。伫这间500馆外口人行道的钢琴，有真侪4岁到12岁钢琴家，大家拢弹甲正赞。像这位徛伫咧弹小邦级别练习曲的12岁查甫囡仔 Kerry 王。自5岁开始学琴，告诉嘛已经伫咧卡内基表演厅登台表演过12遍，并且选调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培训课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辑。关心天气来看下半部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8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后礼拜咱再会。